手把手祷告手。来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心境很开阔。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就知道上帝你爱我远超过一切。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身边有人他遇见了人没有办法直接去解决甚至面对的问题，在那个陪他一起难过的时刻我记得我就穿起运动服走向外面，就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天，听见海声，甚至在路上奔跑看见了大小不同的石头。我知道上帝他的心意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感谢神，透过大自然，我再一次经历到原来上帝你的心意是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也在这当中看见，如果我们今天心情不太美丽，或者是我们正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面，或许你可以走出户外，你可以来到上帝的大自然当中，你也可以透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让你的心来看见这个他创造的开阔，让你的心情更美丽哦。手牵手，祈祷的手。